然后我再找那个比较稍微简单的文章哈，比较简单的文章我整理整理之后呢，我们休息1个礼拜，我们再开始哈。好，非常好哈。那这一句呢是上个礼拜的最后一句哈，所以以上就是传统的自然法规，所以阿美族部落很和平啊。那好，我们就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翻了哈。那你也可以按照整个意思的内容去翻，都可以哈。所以翻译有分这个字面的意思去翻，还有这个民族思维去翻哈。因为中文跟阿美语是不一样的观念哈。好，我们来翻翻看哈，这个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哈。以上就是是啊呃，所以阿美族部落很和平，很和平哈啊，所以这个词是这样的哈，很很什么？所以正常来讲，这边好要这个了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转折语哈，上下句之间的连接。好好，红爱好不，对不起，扫码。好，扫码，你名字换了哈，不错。对，我给他改了。嗯，所以有任何文字上的问题哈，真的要问我。大概文字的部分，我敢说了，文字的部分我敢说，大概没有人比我强，阿美族没有人比我强。因为我是学语音学的，文字学。好，YY no tato asan ari kets kunini an saka sanga ayay kunyalo no amis sanga ayay saka 好 saka 这个传统自然法规哈，UYY yan no tato asan 没有问题哈，UYY no tato asan 也没有问题，UYY yan no tato asan 也没有问题，阿里个子哈。这个的一个就是法规了哈。古尼尼案古尼尼案，好，以上这些蛮好的哈。萨嘎，为什么说这边一定要加个点哈？如果说你不加点，有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哈。好，萨嘎三个阿呀，它就会变成是好的原因哦。好，所以一定要加这个点哈。好好。因为如果你不加的话，它可能会变成是词缀，词缀的话就是原因哈。好，给大家参考一下。好，好，沙冈啊爱，沙冈啊爱，古鸟肉努阿妹，沙冈啊爱，古鸟肉努阿妹，会不会缺什么？那个什么，你会不会觉得缺什么？上啊哎呀，三阿爱，那个上啊哎，嗯，和平很好。没有问题。我现在就说你的这个句子，三阿爱，古鸟肉努阿妹，会不会缺了什么？
萨卡乌吗？乌萨卡哎呀，对，你不要被中文绑死好，哦，因为我们的记法结构，因为三个阿爱在这对，里，它不是动词，名词的，所以对，所以这边你自己要嗯，加什么？自己要加乌，阿美族是很和平的，哈，嗯哼，了解，好，你要自己加中文哈，就是我们的翻译这好，个部分，你要自己去添加，让它成为一个嗯，很阿美语的个记法结构，所以这边加乌好，就没有问题了哈，好，谢谢老师。不会哈。其实我不太要求单词了，因为这个意思有达到就行了哈。那因为我们的语言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中文是和平，那我们阿美语不一定要用和平这个字啊，平和好，平和和平就是好嘛，啊，这种概念是一样的哈。好，因为中文的文字呢，它的结构本来就是呃很精简，或者是说呃任意对调，它意思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们阿美语不行，啊，所以你一定要加啊，让这个句子成为一个属于阿美语的句子。虽然中文没有，但是你阿美语要加，好，所以 YY 在多阿山那里个是可能你按那个这些是好，这些是啊，属于自然啊传统的法规哈，所以这些所以加个乌哈，好，阿乐上线了，好，先看书写了哈。一个字能单独按上สกะ啊，但他厉害在过年了啊，但他厉害在过年了能帮着哈。好，这个也是一样哈，乌啊，这个乌是这样的属于要从这里哈，属于传统的法律是这样的哈所以好，大厦就是很和平很平和古鸟落的邦扎所以阿美族的部落很平和。那如果说是要就是书写，如果说要吹毛求疵，就是以上这个字，你要怎么加？上以上，你现在就差这个字，以上好，以上的上面就是甲上嘛，以上。你看它古是用古尼案嘛，它是用古尼案，就是这嗯些，所以古迪以上就是这些嘛，是不是？哦古尼尼古尼尼你用古尼尼对不对？嗯古尼尼也没有问题哈。好，所以加这个的话就啊就完美了哈，就没有问题了哈。好，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安乐的安乐。Wakatinya rai-rai no dekakawan no tatu asan urasaka urahulai konyaro no amis urahulai 好，你这个用乌拉萨嘎蛮好的哈，urahulai konyaro no amis urahulai 那个那个
嗨，然后赖是什么？你呀，是我写错了吗？和不平是写错，平衡。这个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哦。然后赖基本啊上，然后是真气的意思了，真气知道吗？嗯，但是然后赖转变成就是容易、简单，所以你说用和平、平和，可能你是不是应该是李哈赖啊？啊，李哈赖这个字你不会吗？还是什么哎，厉害赛，啊？厉害赛，然后是真气哦，然后再是容易哦，容易的、简单的啊。当然你说，如果说你不按照中文翻译，当然是 OK 啊。啊，我然后赖古鸟了，哪不是啊？阿美族的部落都是很简单、很单纯，也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是和平平和嘛，哈。所以我的建议，哈，你要用哪一个字？厉害赛，好，家里还带还是不够，因为很要加什么？大沙好，大沙沙，哈，好，大沙。大沙里哈塞，好，你看，大沙里哈塞哈，古鸟论阿密斯，好，那再加一个以上，没有以上，没有以上的就是以下啊，古妮妮好，古妮妮哈，对，古妮妮在哪里？前面前面、大多大多阿萨后面吧？后啊，啊大多阿萨的后面，啊，对哈，大多阿善的后面哈，古妮妮为什么都放在最后面？就是以上全部。哦，这个叫废话。我跟你讲，古妮妮都是属于这种结构。古妮，看到没有？啊，一定是然后古妮，这是什么嘛？是不是？那是什么？所以它的结构一定是这样，然后什么的古妮、古纳、古亚、古纳，最后啊，是这样子哈。好，还有谁？就是你们三个了哈。哦，还有红爱，好，红爱。好，你们有4个人的话就比较轻松了哈。嗯。Awalnya asali ke sunano tuas bagavana mansa tadama malihat 在古鸟的 Amis，你是那个红爱，你是玛丽还是玛利亚？应该是丽吧？啊啊，应该是啊，好丽，好好 RI，好好 OK，好，你是 RI，好好，大大玛丽哈在古鸟的 Amis 啊，所以没有问题哦。啊，他是用妈没有问题哦，哈，用妈。因为妈本身就是有形容词的这个词性哈，那个妈形容词不是妈就是爱哈，记住，形容词不是妈开头就是爱，后面加爱，所以这个妈很麻烦的，可以变形容词，状态其实就是形容词了哈。好，我还今天要杀了一个是 nano doas bagavana mansa 大大玛丽哈在过鸟了那 miss 哈。好，
所以他用达达玛利哈带，你看，那可加乌可不加乌哈，就没有问题了哈。好，基本上差不多了哈。那这个句子是上一个礼拜的了哈，不是第7篇的哈。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8篇，现在第9篇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题哈。带来一鸟诺邦扎。好，我们先来翻一下这个句子，来去部落要怎么修改比较好？来去部落那只有去没有来，看到没有你要怎么翻成来去部落？来自己翻一下，这里有给你参考的。来去部落，你现在翻来去部落这4个字，可是它只有去部落，你要怎么加？怎么改？好，这个我们翻一下哈，来去部落。好，它的翻译是带了一鸟肉的绑扎。那你怎么改成来去部落？这是额外的现在就是练习。好，来去部落。有没有人要直接说？直接告诉我，帮你打。如果按照这个字叫去部落而已了哈。现在就说你看看，他这个意思到底是去部落呢，还是部落去又来啊？所以如果按照阿美语，它就是去部落而已。那你现在就是说来去部落的话，要怎么改怎么不是改了，加就好了，加就好了，怎么加？好一涵的哈，好。沙拉嘎拉嘎带了一年了，那还没好就可以了哈。这个最起码哈，它有持续的意思来去部落往那个地方去哈。沙拉嘎拉嘎往那个地方走哈。所以沙拉嘎拉嘎带了一年了，那还没去部落走走更好嘛哈。去部落走走，那应该是这个概念哈。所以这个蛮好的哈。好看红爱的哈。好，这个就是最，就是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翻译哈。哒哒，很好哈。这2个哈。好，这个好，哒哒带了一年了。好，阿 miss 好，没问题哈。这个很好。一年了，阿 miss 好。不坏就是
也可以说是来了哈，来。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哈，应该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哈，没有问题。带来一年了阿米斯，不嗨啊，带来一年了阿米斯哈，这样的话比较贴近这个来去部落啊。那上面这一句哈，萨格拉嘎萨拉嘎拉嘎带来一年了阿米斯哈去走走哈去走走去部落走走哈，可以哈，蛮好的。好，那个好，没关系哈，你自己写好，你再加进来哈。好，给大家参考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尽量贴近这个中文，然后它表达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带来一年论的班长，就是去部落而已了哈，去部落而已，去阿美族的部落。好，我要强调的在这里哈。那个写好的，你可以先翻这个哈。台湾最后的净土在东部，的确，只要踏上这一片土地，都会说哇，好山好水好风光台湾最后的净土在在这个在踏上只要踏上都会说都会说净土在东部这些都是单词了哈。最后的净土，所以你也不要说是最好的净土，就是说你不要暗自翻，它在表达什么这个最后的净土是在表达什么？但你可以按照字面最后好，好山好水好风光好，什么翻好了哈。Kai kurai makura在Asra也巴萨瓦里诺台湾Surinai itu lipaan kunini Asrai nika ira itu ko sumorai acia makapahay tukos pangsaray ananom sa tantamanay nengen 好，你这边一在这里哈，在是在这个地方了哈，一哈，那个小妈妈哈，嘿，老师，开头哈，开头一定是嘿，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阿美语来讲，对，好，所以你这边记住哈，就是说我们阿美语的句子结构开头哈很简单，乌好，第一个句子结构是乌好，乌开头好，第二个是一的词缀开头一，第三个就是动词词缀哈比如说咪啦哈咪妈好嘎好什么哈这个词缀哈开头就是它有动词词缀好，我们阿妹的句子结构开头一定是这三个不管它是不是句子，但是开头基本上是这样哈，除了转折语那这边哈，所以你要加什么比较好？乌，对，就是加乌哈，这个很重要哦
就是说好，有时候这个乌呢，有时候这个乌并不是是啊，并不是是，而是跟英文的那个开头的表示说后面这些事情这个东西，它跟定冠词是一样的什么？哈，因为在讲说最好的土，最好的土是不是？马古拉在亚斯拉，干净的土，是不是？所以你用改过来不行哦。不过改过来是后面的哦，有没有？塞过来，对哈，因为这一句是好，讲什么？乌什么50了？这一句是讲五，是不是50了？有50了，没有？对，然后前面都是形容词哦，形容这个是什么样的土哦？干净的、最后的，有没有？有，啊，对，所以开头为什么一定乌？因为是什么？是土，什么土？干净的土，最后的土啊，在哪里？在东部啊，属于台湾啊，这个句子结构就很规范了哈。好，属于那一度没有错，的确啊，这个没有问题。好，安诺，你把安古尼尼亚斯拉伊啊，只要他，所以你看，安诺不是这个句子的开头，这个句子的开头是什么？嗯哦，有没有？嗯就是动词词缀，你把安古尼尼亚斯拉，这个句子就结束了，有没有？是不是？那这个土地，所以那个嗯就是动词词缀，就是我讲的这个是属于三，1、2、3的三。好，好，下一句，你看也是个转正，一来多过什么呢？一来多，你看一有没有看到一？有没有看到一？一来的一啊，对，就是一就是有，它也是在哦。什么叫一啦？一啦就是在那里哦。啊，在那里就是有啊，所以那个一就是动词词缀啊。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句子看到没有？u 开头，一开头，还有 n 开头，动词，你看这三个都出现了。所以你要记住我们三个结构哈，没有别的了。好，你不要好，不要被那些教英语的搞混，真的。我们的记法结构好，不难，真的不难，难的就是第三个动词词缀太复杂。好，你这样写你就谢谢老师，自己知道了哈。好，好，阿我知道了，加马好，达巴哈亚读故事哈，方扎莱安纳弄啊，然后萨达拉玛安那能哈，所以基本上哈如果我给你挑毛病哈，在马嘎巴亚读故事方扎莱安纳弄萨达拉玛安能还缺一个东西，还缺哪一个？连接词吗？不是，不是，你觉得在加什么东西开头？马嘎巴亥的前面，方扎赖的前面，萨达拉玛安的前面，乌对，乌一定要加乌，一乌，定要加好，乌哦，真的哦，这个这好，个叫我们词组把它哈，读故事，这样就很漂好，亮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要从口语跳脱，好，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乌是什么？就是的定冠词，英语的啊，这个概念是对哦，好，但是有时候好，我们必须把它写出来，那个词是什么？是漂亮的山呐、是不是？是什么？是好的水啊？是什么？是最好看的风光啊，风景啊，是不是？你一定要加乌啊，是，啊，好，这样的话，你这个翻译就很漂亮了哈。好，OK，好，谢谢老师。好，不要客气哈。好，那个他说你腿很短哈，这边哈。啊，刚待了一年了，好，您就是啊，他待了一年了，待了一年了，啊，基本上啊啊，那个，刚待了一年了，你怎么翻？
所以那带来一年了，其实也是可以哦，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是怎么翻会比较合适啊。来部落就请去部落一样的意思啊。好，来去部落，请去部落哦。好，所以刚带来一年了，可以啊，蛮好的。好，好，好，阿弟带来一年了，好，也可以哈，可以哈。所以你看，就是说，这是我们的阿美语哈，就是说，它可以用词缀去表达，也可以用单独的词去表达啊。就汉族来讲，你会觉得我很乱，其实这个不是乱啊，因为这个可以连也可以分哈。来去部落，那就是字分开，好，来去部落跟请去部落是一样的，好，所以你们这样表达都是正确的哈，都是正确的哈，好，很好了哈。好，这个书写的翻好了哈。好，ikaw Taiwan ko sa ikulay makula sa asra. Hao. Solina ko nini aswal. Ano minipa tuni asra ko tiny ay. I awata tala makapahay ko lutok nanom ato fali sa ko tamsaw mamin. 这个好，伊高瓦利努台湾国塞过来马古拉在是了哈，这个结构就是是按照中文的结构哈，动词结构哈，好，很好。所以那个你俩算哈，这些话是真的啊，所以呢这些话真的啊，我说的那啊，加乌也可以。阿诺米利巴多尼阿斯拉过大希尼爱大希尼爱来到这里的人来到这里的人啊，如果来到这里的人踏了这个土地呢哇，达拉玛嘎巴海古罗多好，那努阿多发力沙过达到阿马面哈，好，现在就是这个发力了哈，那个苏贤，嘿，你有没有想到在别的词哈？风光嘛，不是风啊。哦，好，我想一下。对，看看风光。如果说你是法力南那么阿杜法力阿杜里嘎多啊，有风有光。好，开玩笑哈。但法力，所以如果认真讲哈，这边呢加个乌比较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只是代名词前面哈，通常都是乌通常啊，通常了哈，包括乌这里乌也是，当然可加可不加哈，就是说加的话呢是比较好比较好我手里那个你俩说的哈，阿诺米利巴杜尼阿斯拉古达迪达伊尼爱伊瓦达达达马嘎巴海古鲁杜这个加了反而不好瓦达因为前面一个这个叹词了哈鲁杜南弄阿杜沙古达到阿马面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全部的人都这样说所以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词了哈，这个啥都马面
这个满面呢，你看可以是动词，可以是形容词。好，这个满面。沙杜呢，一般它只能在开头，所以它是属于那种，它应该是名词沙杜应该是名词。好，这个2个词我正在研究了它的位置摆在什么位置好，发力，所以风光的话，好，那个书写你自己看了哈。好，能，好，能什么？好，景观。能按，好，你是能按哈，能，所以你要看接合不合适哈。能按，好，它是能加按的话，它前面的词缀还要加，不太够。风景就是什么？当做看的，所以那个书贤这边加个搭哈。哦，好。加个搭，这个搭的话就 OK 了哈。好。好，那说的伊萨瓦利安努台湾国赛过来达姆拉在是啦达姆拉在可以。所以那度米利巴多尼尼是啦我大萨过阿鲁曼奈说了，达达马卡巴海过了都达达平阿拉外过那弄。Sakang ayay ko pinanangan. Sakang ayay ko pinanangan. 好，以上我哋台湾故事过来他们在那个那不有是他们在还是多么拉在？杜么拉吗？我认为应该是多么拉在哦。我认为啦，因为这是你用的单词了，我认为应该是多么拉在多么拉子好，那你再去问你的老师好不好？好。所以那度米利巴多尼尼阿里我大萨好，我大萨过阿鲁曼奈说了好，可以。达达马嘎巴海古鲁多好山非常漂亮的山非常漂亮达达丁阿拉外古南弄水非常清澈沙冈阿耶古比能啊，沙冈阿耶有点问题。那个安乐比能可以，沙冈阿耶。这边问题在这里，这个词缀，那个不，不讲话了。一般这个沙一般的一般特别。可是我刚刚断线。好，没关系。这个刚刚你要改成什么比较好，才是对的。沙刚刚不行。你这个沙刚的话，如果是因此，那要分开。
你要翻因此当做看的好的可以，可是在这里沙刚刚爱爱是不行的，沙刚刚爱爱过，问题在那个刚。不要咖喱。三个爱爱还勉强，哈。如果三个爱爱的话，它是就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个形容词，是不是？对，形容词有2个条件，一个是什么？形容词开头是什么？就静态动词吗？好，要不然就是什么？后面是爱。形容词不是吗就是爱。好，所以这边要改成什么？可以用非常哈，三个阿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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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阿耶啊，变成那个三个阿耶，好，三个阿耶比较好了哈，好不好？好吧，就先这样子。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形容词的前面才有沙，哈，才能够加沙，就变成是最，哈，等一下再讲哈。好，我们看一下红爱的哈。我塞过来读过达摩拉在哈，你们也是达摩拉在呢，达摩拉在哈，可能是方言的问题了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问你们的老师哈，是不是啊？那因为这个是海岸的吗？可能不是，我也忘了哈。好，伊巴沙瓦里努台湾达达索里奈达达索里奈多。malipa malipa ho malipa ho bunini asra ila aito ko suara ha suara ha das ero wata ha tata fangzal ko rutuk ho atunanom malipahakai neng malipahakai neng 非常看起来非常快乐malipahakai neng 好，我过来读过达摩拉在是了哈，是了，以巴沙瓦里努台湾哈。好，在这个台湾的东部呢，最干净的土哈，最干净的土哈，是在台湾的东部最干净的最后最干净的土是在台湾的东部但他手里那一朵真的真的米里巴后如果你去踏上一旦一旦踏上你米里巴后古尼是了马里巴后马里巴贝塔这个土一来多过算了话就有了我大但了方扎了过罗督都难弄。Mari pahakai neng mari pahakai neng 很快乐的去看很快乐的去看基本上还可以了是好风光了
那这边看一下哈，这个就用这个字了哈。好，放大了啊，就是我们就讲这美丽好了，方丈啊，它的方丈啊非常美丽啊，所以这边叫沙哈。那这边的话，形容词就分是3个格了哈啊，一般格哈，一般格就是不加词缀啊，另外就是这个大大可以说是很，可以说是非常，或者是极，但不是最哈，不是最，所以这个沙才是最哈。也就是说，在形容词的前面的时候，才有这个比较级跟最高级哈。所以这个方丈叫一般级啊，一般啊，一般级。所以这个叫比较级啊。这个叫最高级啊，最哈，但是是指在形容词前哈，只有形容词才有哈。好啊，给大家参考哈。马什么的是哪里马什么的？改成哪一个？这个马什么的要改在哪里？改在什么地方？那个红爱，你现在打那个字，改在什么地方？看的前面啊，好。能啊啊，马什么的呀？能是吗？啊好啊，马什么的，好，马什么的能，好好，可以哈，这个字也可以了哈。其实就是说这句是什么？就是说好风光了哈。好风光就是什么？很好看嘛，是不是？很好看的这个风景嘛，好，很好看的什么嘛，好，就是我们不要用很深的单词，真的啊，就是除非它是一个词，好，除非它就是一个词了哈。那我们尽量用简单的哈，尽量用简单的。好，好，还有吗？好，看一下，那个是对过来，过来，好，应该是了哈。那我们看下一句哈，下一句。好，这里就是阿美族的原乡台湾和花莲县哈，而这里就是哈，所以是哈，所以哈这边的主词是这里哦，哈，这里的主词是这里哦，哈，这个是 S 哈，当然你也不一定要按照这个结构哈，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 V 哈，所以后面都是受词，好，后面都是 O，好，按照这个结构，这就是 O。那如果你能够按照这样翻，那就是叫对称的翻译啊。如果你能够按照字面解释啊，都能够表达清楚，也可以。但是我是希望哈，
你能够按照这个结构啊，因为这里是阿美族的原乡啊，这里是阿美族的原乡啊，这个是最短的句子哈。这里就是阿美族的原乡，这里就是原乡啊，也可以。然后阿美族的原乡，然后在哪里？一不送一嘎林谷啊。所以这个受词的这个词组啊，它有第一受格、第二受格啊。好，喂，还没有啊？哦，哎，乌尼尼古嘎萨尼罗诺伊波松啊杜嘎林古，这么短呢？啊？好，好，等一下哈。好。啊，乌尼尼古嘎萨尼罗诺伊波松爱啊杜嘎林古啊，乌尼尼啊。乌尼尼就是普遍的翻译都会这样子，是这些，乌尼尼叫是这些，是这个啊，这个就是普通的翻译大概都是这么翻啊。如果按照这样翻的话，这里应该是要古尼尼哈啊，没有关系哈你自己再修改哈，基本上翻译是意思是对了哈，呃。属于在台东和花莲的各个部落是这些哈。如果按照这个阿妹的翻译哈，按照阿妹的翻译的话哈，姑，所以后面是什么？你看，你看又怒哦，刚才你要怒，所以后面是什么？所以这个怒摆在前面还比较好一点。这样的话，属于各个部落是个主词哈，属于这个主词。那基本上这个一的话还是个受词，好，这个一，好，如果按照你刚刚的那个结构的话，就受词就不见了，好。因为什么？no 一不送爱啊，no 一不送啊，都努嘎林过。你看，属于在台东和花莲这个概念是不一样哈。那个小曼有没有听得懂有，我听懂了，啊？就说你放我们一错位置。我们一般的翻译都是如此，这个叫口语。我宁宁是什么？嗯，是这些，很多都是这么翻的哦。这里叫什么？这里怎么翻？一定伊丁尼。好，一定你或者说嗯，孤立都可以，孤立案是不是都可以？但对，是这边的主词是这，主要的主词是这个，主要的主词。好，可是你把这个是这里是这个合在一起了，你把这个合在一起了没有？嗯，有没有把这个对对对，两个字合在一起了？这个就是一般的翻译都会这么翻。好，就说你现在要练习哈，但是你意识基本上是表达好，了，没有问题哈。好，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书写的哈。
好，哦，干巴鲁安诺的多安山诺班查伊丁尼伊不送啊多嘎林古哈，你看它这个在伊丁尼在这里哦，哈，在这里哈，好，所以是，好是这个结构是对的哈，这个是动词啊，没有问题，哈，是啊，干巴鲁安诺的多安山哈，原乡诺班查啊，在伊丁尼伊不送啊多嘎林古啊，所以这个结构就是正确的了哈。好，就是正确哈。这个基本上，你看这个一，好，这个一在这里哈，一就是在台东哈，啊一在这里哈，台东格林谷，好，那是什么？是阿美族的原乡哦，是阿美族的原乡。好，这个是哦，阿美族的原乡是甘马路安努的多阿山努邦扎。好，所以这个结构就是对称的哈。但是就是伊丁尼在这里呢，就变成是在这样的伊丁尼这里哈。好，这个好，这个就是一个对称的翻译哈，对称的翻译。这样子呢，那个苏贤，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好， 10分钟。好，好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加进来哈。好，大家休息一下哈。好。
好，我们继续上课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拿多的哈。乌尼尼爱古巴尼亚鲁安诺阿梅斯伊蒂尼不送阿杜卡林古哈。所以这个结构基本上就跟扫码是一样的哈。是这些的哈。属于阿美族的部落啊，是这些的在这里啊，在台东和花莲哈。就是我希望就是你的结构应该是，你的结构应该是什么？跟这个乌干马路安努达多阿三努邦查一定利益不送阿多嘎林固哈。应该是这样子哈。那我曾经讲过，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估哈，在这个时间词的时候，它可以不显示啊。目前会有这个特殊的现象哈，会有这个特殊的现象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语言的影响吧哈，语言的影响。好，我们看红爱的哈。所以伊尼尼啊乌尼尼爱乌尼尼安它的差别在哪里哈？乌尼尼安乌尼安乌尼安kasanya lo no amis iposong atu kalengku好，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所以这个结构就更是按照中文的结构，乌尼安这些和这里为什么是按呢？那个如果是讲地方，它一定是按哈。所以这个爱跟按呢，理论上按比较好按比较好哈，理论上按比较好哈，因为按字的地方这里乌尼按好，所以刚才你要阿米斯你看它这个结构就是按照中文的顺序翻的在台东和花莲这个顺序就是按照中文的中文的顺序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语言大概很多翻译是偏向这个偏向这个当然意思都是表达对的但是呢语法结构是有问题的就是我讲的什么叫对称，什么叫对称的翻译？这里是主词，是动词，阿美族这个是受词，受词词组，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些概念那我们的翻译才会对称。如果你的翻译不对称的话，语法就会很容易搞混。这个是主词，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呢？这里是动词，怎么样类似这种问题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练习做练习，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人教我们翻译嘛过去没有人教我也没人教就是我自己练习翻译，慢慢琢磨出来的我翻译的东西还蛮多的真的以前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翻了，刚开始翻也是翻不好的这很正常好，所以我的翻译呢，单词都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句。好，虽然很长的，但是这个我们前面大概都是练习翻译过了所以是阿美族部落聚居最多的地方，而部落散布在花莲、纵谷和东海岸大海山水间，风光明媚，是观光深度旅游的好去处。所以你看这个散布在然后是好去处这些是有动词的词性是什么什么什么
啊，部落散布在啊，部落在，然后散布在啊，然后是什么啊？是好去处。所以你看，好去处其实个是受词哈，但是它有去啊，它有去啊，这个关键啊。好，我们练习翻翻看哈啊，比较长，但是应该我们之前都练习翻过了哈。那纵谷哈，纵谷啊，那海岸山脉，海岸山哈，海岸大山啊，大海应该是海岸了，不是大山哈，它应该是东海岸，然后大山大海山水间啊，纵谷啊，东海岸哈，风光明媚啊，是观光深度旅游的好去处，观光深度。所以这个聚居所以理论上也是个动词哈。因为我们阿美族的动词是个关键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焦点动作行为嘛是焦点。所以最早的时候一个台大的教授基本上他这个论述绝对是正确我们阿美语是不南岛语是焦点语言焦点所以他们很多应用了很多焦点，什么公际焦点，什么焦点很多很多确实是对的好，焦点好，扫码好了哈。Alihayay kamuruan para kunyaro no amis alihay kunyaro ila no Zhongyang Sanmai atau Hai'an Sanmai kasanyaro umilingi ai tu tuku-tukusan lial atau sa lawazanai nuriar makapahay apara ku di liukuan no咪溜固爱好，这个是日语哈。好，那个什么我们就是好最多嘛，最你现在就是有多而也不是最哦，你要加什么？sa alihayay 对，所以一定要加沙沙好，加沙乌沙阿提海亚伽马鲁安巴拉乌沙阿提海亚乌尼亚罗好。乌沙阿提海亚伽马鲁安巴拉最多聚居古尼亚罗那阿米斯好，阿里海古尼亚罗伊拉努你就用阿里海也不是可以也不是不可以阿里海古尼亚罗伊拉努中央山脉多海岸山脉嘎萨尼亚罗那如果这边是嘎萨尼亚罗的话就不合适了，这个嘎。阿里海古尼亚罗有没有？已经有尼亚罗了嘛？阿里海古尼亚罗伊拉努中央山脉多海岸山脉这个嘎那个什么kamaluan hai 伽马鲁岸伽马鲁岸，所以它就是散步，它就是表示说它是在这些部落是形成在哪里？在海岸山脉跟这个中央山脉不是花东纵谷了花东纵谷
中央山脉，你是用中央山脉吗？海岸山脉也没有问题。嘿，所以他们这个部落是在这些地方怎么样被形成，是不是？分散，没有被形成，对，被形好，成，被形成，是不是？对，我是现在按照你的意思去翻，就是去修改哦。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地方不能用嘎，哦，嗯嗯，对，只能用吗？马萨尼好，亚的，因为被形成嘛，是不是？马萨对尼亚路对被建造，是不是？那嘎山路对，就是已经是形成了。那你现在也是我们阿美族的部落都散布在海岸山脉、中央山脉，是不是？所以这里要用马萨尼亚对，路，不能嘎山尼亚路哈。好，我要讲的在这里好，哈。好，米林老师，爱我米林想问一下，那个散步哦，可以说是马拉格拉格吗？就是阿里海改成马拉格拉克过尼亚那洛伊拉尔努中央也也山脉。也不是不可以了。马拉格拉的话，嗯，通常是指物品呐、哦，不适东西合在这句子里。对，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好，按照字面翻了哈，因为其实你这个马萨尼亚路就可以了。好，好，马萨尼亚路就是被形成了，部落被建造、被形成嘛，所以这个对，词是很好的哦，好，就可以好，概括这个意思了哈。好，米林爱好，杜，米林尼爱杜，独善。所以这个米林尼爱是什么？靠近吗？靠近，还是因为靠近哦？靠近，你的靠接近，近怎么会？靠近。你的靠近怎么会是灵异呢？嗯，米林伊，米阿大埃。所以靠近有灵异是一样哦，很像哦，长得像哦，哦，长相一样哦，长相接近哦，它跟靠近不一样哦，它是说长得一样哦，长得灵异是这个意思哦。但哦，是你最好是什么？写错了。哎，所以这个字的话，靠近靠近有米阿大埃。阿大是不是？明阿大，我直接对，在上面给你看哈。好好，好，明阿大爱哈。好，明阿大爱读善哈。利亚阿多萨拉瓦扎那奈好，努利亚好，没问题。我们个巴海阿巴拉古比溜古岸努米溜古爱哈可以哈。溜固是这个日语了哈。流寇哈，流寇叫做旅行哈，旅行。嗯嗯，好，基本上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哈，就可以了。呃，所以你这边呢就是这个沙了哈，加沙，插一个沙，然后这个妈嘎沙尼亚罗跟，所以嘎沙尼亚罗就是已经是不会变的各个部落各个部落。那马沙尼亚罗呢，可以说是刚刚被建立的。那因为你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被建立嘛哈，所以用马沙尼亚罗哈。好，哎哦，其他的还没好哈。好，厉害好，厉害我的建议哈，这边还是加爱比较好哈。厉害爱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厉害，它在这里还不是形容词，好，加爱的话才变形容词哈。厉害真正来讲哈，它是名词，好，那厉害后面再加爱的话，它就变成呃形容动词哈，形容动词，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估的前面估的前面要有动词的词性，好，要有动词的词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你的开头哈，句子的开头不是乌就是一，要不然是吧？动词词缀哈，所以爱也是动词词缀哈。
爱了哈，恩了哈，傲了哈，爱恩哈，还有什么？好，所以这个词缀后面的变化啊，它就有动词的词性哈。所以这里有我的建议了哈，阿里哈亚古鸟肉哈为什么说阿里哈亚？就是它是持续存在发生的嘛，有没有？这些部落不是消失了嘛，还在持续存在它就是一直在，一直存在着在花东纵谷跟海岸山脉这一侧，所以那个爱是一定要加的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阿美语哈，很多的形容词呢，其实是名词哈，名词这个比较麻烦啊。还是没有哈。好，这个句子虽然是比较长了哈，那从这里来看哈，这里有菇哈，有菇，好，一个菇，好，两个菇，好，三个菇，好，三个菇，好，从这边的翻译来看，它有三个菇哈。sa ating hayay kamaruan para kunyaro no amis哈，ating hayay kunyaro ilas no 好，然后呢，umaga pakai para kupiliu kuan no miliu kuai 哈，好，所以他用这个地方是主要是第一句哈，是阿美族部落聚居最多的地方，然后散步这一句，然后是观光的好去处哈。那其他就是用什么大山呐那个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些词组哈。好，明刚大爱独孤山海哈靠近山哈，所以我们靠近呢一般有两个词了哈，一个是那大，一个叫音译。好，音译好，这个两个词基本上很接近哈，也可以说是接近靠近但是还是有它的词义的差异哈。所以从这个词来看呢，我们就会看哈，这个是啊哈，这个是一，音译表示什么？本来就是很近的。那大呢，表示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接近，好，所以它有这个两个差异哈。那你自己可以去找你们自己的老师哈，最好的老师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了哈。那如果长辈也是可以的哈，长辈好，让他去照看看那大跟音译的差别哈。还是没有所以明那大明音译哈都可以哈。那个什么，不好意思哈，因为他们没有写出来哈。我现在就跟你讨论哈，拉瓦兹对不对？拉瓦兹，所以它是沙拉瓦站嘛，沙拉瓦站，所以其实这个后面是一个后词缀。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阿那奈？我是参考那个《朱语异乐园》马兰的不知道哪一篇里面的。我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是什么意思。不是很了解。这个字叫愿望。你说整句吗？
没有词缀，阿那奈而已。我吃啊，那是愿望哦阿那奈就等于是我们持的那个哈那奈，哦，但愿哈娜奈希望哦，啊，哈那奈，好少一个啊，奈嘿，哈娜奈但是阿那奈是词缀，哈，阿那奈是哈那奈是一个词，哈，所以嗯它是愿望哦。这个两个字又等于什么？等于奥哦。哦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哦。所以沙拉瓦赞那奈努利亚了，沙拉瓦赞就可以了。沙拉瓦萨拉赞努利亚，瓦赞努利亚的哦好，嗯，沙拉瓦是努利亚赞水都没有问题，后面都不加按都没有关系，属于什么海的旁边嘛，是不是？对好，所以后面那个按不加都没有关系。那理论上就是说，因为反正他们还没有翻出来，我们就讨论哈，就是好好这个叫但愿、希望、想望、想要，好，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哦。好但是海南奈是一个词，独立的词，阿南奈跟奥都是词缀啊，吃醉对，词缀哈，所以这边就顺便给你说明一下哈。好好，这个书写呢写好了哈。O saat hayai ika sanyaro no bangsa kuninian malupisakai ila no 好东中古哦，呃，花东花嘛，对对对，一下我也念不出来了，好东在哪里？哦，那是花东中古，好拼错了。好没关系，好花哈花东纵谷哈，好花东纵谷都海岸山脉tap Konyalo no bangsa minga tayo tugu-tugusan ato liar-liaran tatao makapahay ko pi parafangan pi salamaan 这个很好哈，好，所以这边古尼尼案哈，古尼尼案主持在这里哈，好，这是什么呢？好，属于阿美族最多部落的地方形成部落的地方马鲁比萨盖散布在花东纵谷和海岸纵谷部在这里哈尼亚洛努邦在阿美族的部落散布在花东纵谷和海岸的平原之间好，伊拉在之间明阿大爱都独山都利亚利亚兰去靠近山山脉还有海岸，但是我们个巴海谷谷在这个地方以巴拉方案当做这个作为迎客的作为迎客的是很漂亮的是非常漂亮的还有这个贝沙拉曼巴拉当做旅游玩耍的地方好，可以这样翻译可以好，大大物真的是大大物要分成真的是，所以大大呢理论上它是个词缀真的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词词现在的合并跟分开有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这是真的是真的是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好
好，所以这个结构很好哈。好，我们再看红爱的。O casa aromanai kunyalo no ames malasapay i pasawari a laalatan no rotok atau mililisay to liariaran aro-aroan utanta makapahay paniaroan pi parafangan pi haramaan para o casa aromanay o casa aromanay kunyalo o casa aromanay。那个红案哈，就是这个刚可能不合适哈。如果是还可以啊。乌嘎萨阿罗曼奈，嘎萨就是已经是，当然就是你主要讲的说，这个部落哈，属于阿美族的部落是最多的最多的哈，是最多的，因为这是主要是阿隆曼哈，阿隆曼这个词啊。那嘎萨的话哈，嘎萨后面一般只能接名词，一般只能接名词哈。所以这个地方呢，那因为后面是形容词，所以应该是这个，你可以改成嘎的话还可以，玛萨阿罗曼奈被形成是最多的可以。嘎萨的话，它是名词，就变成是名词性的为什么后面只能接名词？因为它是名词性就像嘎萨尼亚洛嘎萨菲诺兰后面都是名词哈。好马萨拜以巴萨瓦利那萨那上面有点是泛言哈以巴萨瓦利拉赞诺的读米利利斯多两阿鲁安很好哈。但是说我们等一下再讨论这个的 sub 这个词哈乌丹萨马嘎巴海乌丹萨马嘎巴海，你看乌丹萨马嘎巴海巴尼亚安比巴拉方案比巴哈拉曼巴拉这个没有问题哈。所以这边就是我讲的哈，这个为什么这边是妈就是说形容词的前面它要变成形容词就是我刚刚讲形容词它有个特性，前面是妈，后面是爱，它才可以是形容词，然后才能够接达达跟萨所以就是这个概念哈。好，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个 the sub 这个词哈。巴沙固好，我看一下哈。巴沙固不行哦巴沙固不行，还只能妈哈，但它后面只能乌了哈，但它乌嘛嘎巴海巴尼亚案好，就是这个，如果你要改这个的话哈不是不可以，但是那个大沙呢后面不能接估哈，只能是如果是这样哈，你要打沙的话，这样子打沙乌玛嘎巴海估这边可以估
这边可以过。达达乌玛嘎巴海过啊，巴尼六岸啊，后面接可以哈。但是这个达达乌达达啊乌达达过不行哈，不行哈。好，我这边跟你解释一下哈，真的是漂亮的啊巴尼亚路岸哈部落哈。好，我们看这个拿到它。Usa adi hayay ama sa upo ay kunyaro no amis umar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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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ni i 花东纵谷atau lialianan alo-aloan kunyaro no amis tata makapahay paniaroan ko pi parafangan pi halamaan para 好，这个我是阿迪海爱阿玛萨，我不爱哈，最多被拒绝的哈。好，你要弄阿米斯没有问题啊。我马了萨那个难道有马了萨不是什么词？它是动词还是名词？动词。所以你要怎么改？怎么改成名词？乌的后面只能是名词，怎么改？加什么？加后词缀。ay 对，好，所以你不要小看 ay 哦，ay 的功能超厉害的哦，它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是动词，就是它的位置在哪里。好，它的词性3种，但是它是在谁的前面，在谁的后面啊？就是我讲乌古多努，好，我们的沙拜就 OK 了，我们的沙拜一定以花东纵谷就没问题了啊。那后面你看，一定以花东纵谷花东纵谷阿杜利亚利亚兰阿鲁阿鲁安古尼亚洛阿米斯哈，一定一是不是？所以这个一是不是？好一就是这边的动词啊。但是马嘎巴海巴尼瓦安过比巴拉方案比哈拉曼案巴拉哈，所以这边加个哈，加个比较好好，现在应该是都有了4个了哈，3个3个4个，对，好4个人哈。那现在就是说我要讲一下这个 the sub 这个词了哈 ，the sub。那因为它是散步了哈，散步其实就是散居了哈。那因为这是指部落嘛，部落部落那当然就是指住家，所以是散居散步所以你要从这个概念那 malasab 呢，通常是指昆虫昆虫。如果是人呢？人的繁衍嘛，登那登那可以登那也可以所以就是说你自己再去考察这个词了再去考察这个词。那因为 the sub 我们通常是指那个 the sub 是那个dimla 跳蚤什么什么什么，在这个地方通常是指昆虫这种东西我们一般不会讲人人的话叫 the nak the nak 繁衍
当然这是我的概念哈，就是说你去，就是我还是要问哈，因为你们可能是参考这个作者他个人的哈，那个真的年纪有差哦，真的年纪有差啊，就是说，呃，我不是说马兰不好，而是说哈，马兰翻译的人哈，就是在这个，特别是他年纪普遍比较轻呢、比较年轻啊，普遍比较年轻啊，所以他用的单词呢，呃，可能比较简单，可是他这个呃文化意识可能不太够啊，就是对词的这个文化认知不太够啊，就是说 the stop 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哈，就是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如果再翻下一句的话，可能时间就不够了哈，所以我这边就多说一点哈，the sub 啊，the knock 好都可以哈，the knock 也可以啊，这几个词，the knock 通常是指人啊人，那 the sub 通常是指昆虫啊那种跳蚤了那种东西哈。那 sub 如果是讲人是什么？一个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睡觉，所以那个是不好的词，因为它那个昆虫就一个一个在那个地方嘛。好，那 the sub 的话就是人怎么样？一堆人躺在那个地方都是可能是生病的，或者是我们来伤害，我们读个爱，好，我第三那一点了，是属于这种概念。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能够找更老的人哈，去理解这个 "sub" 这个词哈。好，那好这边看看就是说我们我看一下哈，好，基本上就这样的哈，就是说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还有一点时间哈，还有几分钟啊，我们到8:50，然后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一节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节课哈。还是苏贤，你现在讲一些话。没有啊，就是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节，苏贤，老说下礼拜先休息一周嘛。喂，有听到吗？喂，有听到苏贤，有听到吗？有，我知道你有了，我是说苏贤。我说下礼拜先好，休息就是一周嘛。这一节课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节课了哈。那我们这个课呢，就一个段落，但是后面还有很多没有翻的哈，你可以自己练习翻。如果你愿意给我修改哈，你翻好就发给我，我帮你修改。那苏贤有跟我建议，就是说我们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再稍微简单一点？我说可以哈，那我就再找一些有关部落，有关部落，而且最好是已经形成文章的哈，已经翻译好的比较简单的文章，那我来找哈，我来找，然后呢，然后我们会下个礼拜我们休息一个礼拜，那然后我花一点时间去整理，然后再隔一个礼拜我们再继续上8次的课哈，8次的课。那我本来想说是，我觉得我教你们阅读会更好阅读因为考高级其实你们的难处是阅读跟这个，因为很长篇的文章嘛，长篇文章听跟说当然是个关键，但是阅读的话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比较容易掌握，因为听跟说呢，你自己要去努力了，但是阅读呢，我可以帮上忙阅读长篇的文章但是他说我们这个课就是翻译了所以我还是找这个比较简单的文章我们来翻译。
可能就是偏向不是那么长的句子哈，可能是类似这种哈，就是比较短的可以再稍微长一点的哈主词很长受词很长就2种 A 了哈。那受词可以在间隔就是1个受词、2个受词、3个受词你要去哪里去台东干什么去拜访老人家为什么要拜访老人家因为老人家生病了。你看，就是这个连续动作其实这个都是什么间接受词。你要去哪里之后的动作，连续动作大概会偏向这样子哈。那大概不会那么长1个动作、2个动作3个动作好，那大概会偏向这样子哈。那我再讲一下，就是后面这些文章哈，如果你要练习翻译，你就自己练习，然后也可以发给我自己发给我或发在群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哈。好，发给我，我帮你修改没有问题哈。淑贤还在线上吗？淑贤怎么了？没听到，还是其他有没有什么要交流的？我们等一下淑贤，等一下淑贤。那对，怎么样？有，而是那个片布跟散布有什么不一样啊？遍布跟散字不一样。所以因为刚刚那个句子，他是说部不是落散布嘛，对那我用哪一个会比较？所以这布嘛是人嘛，了解我意思吗？那我可以用 Maranas 吗？还是？就是其实不应该用什么，因为是讲部落，部落是讲什么？住家嘛，是不是是。伽马路岸，是不是罗马，是不是对。那你用的 sub 其实应该就是指个体个体那 sub 这个词是个体，就是一个一个。可是我们讲的 sub 是指不好的人，是不好的，因为它是一个一个东西在地上这 sub 是在地上嘛，是这个概念嘛？那表示人是不是一片的人生病在那里好像有的 sub 是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瘟疫了解吗？这一片的人都得瘟疫，躺在那个地方，那叫做 sub。但是这是我说的，我还是要问你的老师你的老师一定是比我厉害的你要相信只是解释的话，我可能比他厉害一点但是单词他绝对比我们厉害太多了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嘛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中文你不要太背，你要从如果这个句子跟词跟我们阿美族的概念是一样的话，就没有问题那如果呢有点偏离，你就要导正成我们的这个思维那部落当然是指房子当然房子里面是住人了这是合理的那是指部落就是看房子嘛这边都是房子是部落如果这边都是人，那就是人聚集嘛所以部落散布在，所以你要从这个概念去翻译这样的话我们的翻译就会更精准更精准。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翻译这个课呢也确实是有必要，可是
如果你不是为认证的哈，因为认证翻译只是一个小部分，小部分而已，好像只有占20分吧。哦，不知道了哈。那20分而已。翻译总共啊50分，翻译翻译总共总共50分， 50分哦，这么高啊？是哎，总共全部多少分？ 200哦， 分。全部200分，然后占1/4哦，那还真的要加油哦。好，这个如果你只有考10分，那就真的是差远了哈。最近要考个30分以上，好，就是你的翻译50分，最起码要占30分以上嘛，以上了哈。如果30分以下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就其他的1/4哈，占1/4，所以还是有必要哈。可以哈，我以为只有20分哈，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考翻译啊。好，好，哎，那个苏贤回来了吗？还没回来？他的麦克风有问题，没有啊，他也没有写啊。他写在不是讯息栏有写。后面我没有往下走，麦克风不知怎么了哈。好，那就，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其他的不好意思哈，那个什么秋美啦，英语啊，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群组这边哈，可以做交流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阶段哈，我们就休息1个礼拜哈，休息1个礼拜啊，我会整理资料，然后希望你们继续报名哈，因为这个不是一下就可以慢慢的练习，真的，我是练习翻译很久了，真的，我练习翻译最起码超过10年。最起码超过10年哦，真的自己练习翻译超过10年以上，好，所以比你们好一点哈，所以你们继续加油哈，应该就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好，那就下课了哈，大家平安。谢谢老师。好，平安哈，拜拜。